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陈棣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7之3。故生女喜陪男，为女可嫁事，男不足虐待故也。妻丧服处，夫丧不服嫁，何为贵贱？将莫之教。《东番记》7之3，婚姻风俗台文翻译。迄当时的社会价值观，生女叫有趁，生男讲无趁，所以东番人重女轻男，欢喜生查某的，因为查某囝会当继承财产；若生查甫的，就无法度汤炭香火。若查某的翁婿过身，查某的会当搁找结婚的对象。那查甫的家后过身，查甫的袂当搁再找其他的对象。东番人称呼死某的查甫人叫做鬼残未亡人，袂当搁嫁娶。另外，阁有一个讲法，若家后过身，查甫的会当去找结婚的对象；若翁婿过身，查某的袂当搁再找其他的对象。东番人称呼寡妇叫做鬼残，未亡人就爱守寡一世人。补充虐待虐公开明示代夫团主为一代虐待公开明示将来代夫为家长，女可嫁事，甲男不足虐待对称，指查甫的无法度传宗接代的意思。照本原音，照白话音，已经结婚的妇女搁再嫁，此文指男子；二祭拜。再照，古早传统寡妇改嫁叫做再照，指搁举办一摆酒宴。
以上内容是由陈风静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